维吾尔人在各国不断抗议中国的罪行。近日，有关中国以新冠肺炎禁令为名，在东突厥斯坦实强制隔离和饥饿犯罪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，在国际上引起强烈轩然大波。因此，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组织和维吾尔人教民举行各种示威活动，抗议中国的罪行。9月16日，居住在瑞典的维吾尔人在瑞典议会前举行示威和新闻发布会，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。9月16日星期五，那位维吾尔人在奥斯陆议会大楼前举行反北京示威。此外，美国的维吾尔人分别9月10日在白宫前和9月15日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举行示威。9月14日，法国的维吾尔人也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前举行示威，以抗议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。埃尔多安，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，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。他说，我国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，我们准备在从安全到经济，从能源到交通的各个领域开展合作。哈萨克斯坦首都更名为阿斯塔纳。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府的声明，托卡伊夫总统批准了对于宪法部分条款进行修改的法律。随着在上述法律范围内签署的法令，该国首都更名为阿斯塔纳。此外，总统任期从5年增加到7年，并且仅限于一个任期。吉尔吉斯坦与塔吉克斯坦31年未解决的边界争端，苏联无国民族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因素划定的边界线，使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陷入了长达31年的冲突孽障。周五晚上，在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边境的冲突中，27人丧生，数千人失去家园。阿塞拜疆282名阿塞拜疆士兵在冲突中受伤。阿塞拜疆国防部宣布，由于亚美尼亚的挑衅，282名阿塞拜疆士兵在冲突中受伤。声明中指出，21名伤者情况严重。阿塞拜疆宣布有79名士兵殉难。另一方面，亚美尼亚宣布135亚美尼亚士兵在冲突中死亡。